多實際嘅工作經驗啦，咁樣令到咧我可以好有自信咁樣處理唔同嘅工作啦，咁每日返工都返得好開心嘅。學徒訓練咧就可以令到我兼顧到工作啦，同時又可以讀書喎，咁啊可以增值自己啦，邊做邊學。加入咗中電見習技術員計劃咧，加深咗我對電力系統同埋相關技術嘅興趣啦，亦都令到我有更加多嘅實踐機會。作為學徒嘅生活咧，其實冇我想象中咁簡單。咁而家作為學徒期間咧，公司其實安排咗唔同類型嘅電力工程訓練俾我哋，但係其實內容咧並不輕鬆。我係本身係好怕高嘅，但係我就住呢啲訓練咧，我就必須要去克服同埋面對自己對於畏高嘅一個恐懼，去完成一啲關於架空天線離地工作嘅一啲訓練。咁同時我哋其實而家亦都有機會參加到唔同嘅前線嘅工作，就譬如印象深刻嘅就係好似一啲颱風之後咧嘅一啲復電工作，參與一啲工作會更加肯定到我而家對於我職業嘅一個認同感同埋一個使命感喺度。參與咗學童計劃之後啦，除咗有一份穩定工作之外咧，我仲可以繼續喺 VDC 度一路 keep 住進修啦。除咗喺港鐵可以學到一門手藝之外咧，我仲有一個光明嘅前途，一路慢慢升上去工程師。我覺得學徒計劃除咗可以學到技術之外，仲可以學到做人。入行之後，師傅教唔好怕辛苦，唔好怕蝕底，只要努力，一定會有人望到你。只要堅持落去，唔好放棄，原來女仔都可以勝任到建造業呢行。對於我嚟講，傳統嘅教育就淨係專注喺一啲書本上嘅知識就比較沉悶啦，同埋都唔係好適合我嘅。透過學徒計劃啦，我可以喺發電廠度工作啦，一邊earn and learn啦，一邊去賺錢，一邊工作，一邊去完成翻我嘅學業。咁呢一個機會都係好難得嘅。公司都好俾機會我自己去落手落腳做啦，咁亦都協助到我去考呢個8個氣體牌照啦。咁啊，為我將來成為工程師都有一個協助嘅。比起我之前嘅文職工作啦，而家做緊嘅嘢帶俾我好多嘅成功感啦，同埋挑戰嘅。作為公司唯一一個女學徒啦，公司都好支持我去落手落腳去接觸嘅，亦都俾咗好多燒焊嘅機會我親自自己做嘅，俾我學到一啲唔單止係課堂嘅理論咯，亦都學到一啲係實實在在嘅行業技能。咁喺工作嘅過程當中啦，我都嘗試寫咗一個派房嘅自動化程序。咁當中我收穫咗唔少嘅成功感啦，同埋自信。如果要同未來嘅學徒講一句説話咧，我會同你講加油努力，一定要堅持落去，唔好亂咁放棄。因為只有你努力做好一件事，你先可以知自己可以做得有幾好。相信你自己行過嘅每一步，相信你所付出嘅努力。唔好俾自己後悔同埋有遺憾，開始咗就盡力去做。做嘢就唔好驚啦，就問多啲問題咯。咁可能人哋個角度同埋或者人哋個知識個含量係多過你嘅，可能佢會話俾一啲全新嘅觀點俾你聽。唔好理任何嘢住，試咗先。做嘢唔好怕辛苦，唔好怕蝕底啦，識多啲，學多啲。咁因為你識到嘅嘢係屬於自己嘅，咁你日後做嘢咧先會可以更加順利咯。